大家好，今次我想同你睇兩張好多人會混淆嘅平面圖，表面睇好似只係有冇畫家私嘅分別，但其實廚房同廁所嘅設計概念完全唔同。先講廚房，原先設計洗手盆喺窗邊，食爐位喺入邊。唔好處就係煮食爐，因為上邊油煙機喉會喺櫃裏面走出窗，佔用佢裏邊好多空間。路程好遠，油煙嘅吸力又差，洗衣機去水喉跟唔到星盆去水喉，獨立走好遠。改咗煮食爐喺窗邊，抽油煙機喉最短，效果最佳。星盆改咗跟洗衣機一齊，洗衣機去水喉唔會獨立阻住地櫃。之後講下浴室，企缸係五邊形，呢個形狀係裝唔到月平，只可以圍住月簾。沖涼嗰陣，唔係月簾黐住身體，就係啲水會走出嚟。洗手盆又會好細，基本冇台面位，台面要擺啲日用品都唔得。改咗之後，沖涼位可以裝翻月平，可以做到乾濕分離。洗手盆可以有翻個台面位，放多咗好多嘢，可以裝翻幅大鏡或者大鏡箱，洗手盆櫃裏面都可以放好多嘢。裝修一次係之後10年以上嘅生活，所以設計對地方細係好重要。下一集我會介紹櫥櫃同廁所櫃嘅設計係點樣，下一集見。